国山东省威海市发生一架军机坠机事故，2名飞行员成功跳伞。据地方媒体报道，坠落地点实为一个已经搬干后长满青草的河堆，距离一栋高层住宅楼仅咫尺之遥。这是近年来发生的第3次战机坠毁事故。当数百万维吾尔穆斯林遭到中国当局镇压和非法拘禁时，土耳其副外长额纳尔在访华期间表达了支持中国反恐努力。土耳其好党议员托尔堪反对副外长上讲话，他在推特上写道：“现在婴儿杀手被称为绅士，维吾尔土耳其人被称为恐怖分子。”数万人在德国各地城市发起示威，抗议民族主义者和极右派政党企图在本周登场的欧洲议会大选夺下更多席次。集会游行吸引多个组织，在法兰克福和柏林等城市高举反对民族主义标语。示威活动主办方表示，柏林有2万人参加，汉堡、克隆和慕尼黑也有集会活动。以色列警方没收了斋月赎金，该赎金将发放位于耶路撒冷阿克萨清真寺附近的穆斯林地区的贫困家庭。耶路撒冷伊斯兰基金会新闻发言人菲亚斯宣布，以色列警方已经没收了数十种粮食援助。当地消息来源称，以色列警察干扰了对没收人道主义援助做出反应的巴勒斯坦人，并殴打了几个人。美国总统特朗普严厉警告伊朗，威胁说伊朗如攻击美国或美国利益将是他的终结之日。特朗普在推特中说，如果伊朗想要攻击美国，那伊朗将正式终结，永远不要再次威胁美国。同时，沙特阿拉伯当局表示，如果伊朗做出这种选择，沙特将坚决予以回应。